今集想同大家一齊睇下一個比較有趣嘅話題，上一世嘅伴侶同你今世嘅關係。而家畫面上有5張牌，憑住你哋嘅第一直覺揀一張最吸引你哋嘅，一齊入去分組睇下前世你哋嘅相處同埋結局，今世雙方嘅角色，雙方之間相遇嘅目的，幾時會遇見，會喺咩嘅場合遇到對方。咁我哋揀好組之後分組解讀。第一組，你哋上一世嘅伴侶，今世同你哋嘅關係係情侶或者夫妻。上一世嘅你哋感情基礎好深厚。如果睇緊呢條片嘅你哋係女方嘅話，上世嘅你哋好聰明，好有智慧，能夠帶到一種療癒嘅感覺力量俾男方。而男方佢哋事業心好強，好專注衝刺自己嘅事業，打拼前途。當時男方以為只要自己好好打拼事業，帶到俾女方物質上嘅保障就係愛嘅表現。以為女方足夠獨立，唔需要太多陪伴，佢就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咁去拼搏。慢慢就變咗忽略咗女方嘅情緒感受，而因為女方呢就太過於遷就對方，將自己嘅安全感、期望全部寄託咗喺男方身上，就算內心覺得孤單，都會默默忍受。最後女方變到越嚟越獨立，越嚟越耀眼，雙方之間冇一啲好激烈嘅爭吵，但係關係入邊就留下好大嘅遺憾。今世其實係男方祈求，希望可以再有一次機會遇見返你哋，希望今世可以學識珍惜，學識表達佢哋自己嘅內心心意，好好彌補返上一世帶俾你嘅傷痛。所以今世你哋嘅定位，雙方嘅關係係可以走到婚姻嘅正緣伴侶，希望你哋可以彌補返前一世相處嘅遺憾，但係要學識平衡事業同埋陪伴，好好咁睇到彼此嘅情緒，完成一種雙向互相相守嘅課題。呢段關係呢個對象，多數會係喺你心境變得成熟，生活步入平穩嘅階段先至會遇見，唔會喺你情緒好混亂低谷期嘅時候遇到對方。而相遇嘅場合喺一個生活圈子上慢慢接觸認識，唔係一啲突如其來一見鍾情嘅邂逅。初初見面嘅時候會有一種明明第一次見，但係好似識咗好耐嘅感覺。唔會尷尬，傾偈自然順暢舒適自在。對方嘅性格特徵係好陽光爽朗，表達好直接，外形好利落精神，俾人感覺熱情大方。而女方就係仲會少少內斂慢熱，習慣咗先觀察，仲帶有一份防備心，唔會太容易交心。延續翻上一世，對方主動熱情，你冷靜通透，日常相處上能夠互補不足，但係仍然會遇翻前世嘅相處上嘅問題。你習慣隱藏心事，而對方呢就係行事太過於急躁，而產生好多嘅小誤會。有誤會嘅時候要及時表達，唔好積累。遇到事情困難嘅時候要拎出嚟商量，一個負責執行，一個負責規劃。你哋擁有能夠天生互補嘅優勢，唔好俾短期嘅矛盾影響咗相處之間嘅信心。你哋之間係愛嚟互補而唔係消耗。呢段關係會經歷磨合，但係唔會出現一啲長時間或者徹底嘅分離斷聯狀況。磨合期唔會好長，只要你哋之間跨過呢段適應期之後，後續嘅發展可以好穩定。第二組，你哋同前世伴侶今世嘅角色係前輩、長輩、師徒或者係上司下屬嘅關係。對方今世會以一個師長、上司嘅身份出現喺你哋嘅生命入邊。上一世嘅你哋精神上好契合，好識得傾聽，明白對方嘅內心心底說話同埋感受。只不過後來雙方嘅人生目標要行嘅路唔一致，冇辦法繼續成為世俗上嘅情侶，各自有自己嘅精神追求，生活規劃不同，所以其中一方就選擇主動離開，獨自探索自我。兩個人慢慢拉開咗距離，無疾而終，留低咗好多仲未傾訴嘅心意同埋未完成嘅陪伴。今世你哋相遇嘅目的係希望你哋可以延續翻上一世精神陪伴呢種緣分，所以大多數同對方會喺工作場合、進修、學習嘅場合上相識。今世嘅緣分唔係愛情，對方會以上司、前輩、長輩嘅身份為你提供指引、經驗同埋建議，保持住師長同後輩嘅界線，亦師亦友嘅貴人。對方可以接住你嘅情緒，傾聽你嘅心事，喺你迷茫嘅時候為你作出一啲提醒，做你精神上面嘅靠山。
到第三組，你哋同前世伴侶今世嘅緣分係家人、父母、子女。咁前世女方本身好有才華、有背景、能力好強，但係性格上會有少少強勢。雙方關係入邊，女方處於比較高嘅位置，導致相處上有時候溝通唔到，產生好多誤解。大家都覺得對方唔明白、唔理解自己，關係慢慢變得唔平等，步伐觀念越嚟越唔一致，雙方各自內心都累積咗好多嘅傷痛，最後遺憾收場。今世嘅你哋，對方好大機會成為咗你哋嘅父親或者母親，作為父母嘅角色。喺呢個關係入邊，作為子女，你哋要學識好好表達自己嘅想法。孝順唔係代表要盲目服從，可以溫和堅定咁講出自己嘅立場，為自己嘅目標爭取，勇敢踏出舒適圈。唔係要你哋盲目反抗，而係學識表達真實嘅感受，表達真實嘅自己。而呢世嘅重逢，係希望你哋能夠修補翻前世溝通積累嘅傷痕，學習翻平等咁去相處。喺呢段親子關係入邊，你哋嘅父母因為愛，可能會以一種比較強勢嘅方式去幫你哋選擇，幫你哋安排，缺少咗耐性同埋包容，可能變相唔太理解你哋嘅想法、選擇同埋感受。作為子女嘅你哋就要學識好好咁表達自己嘅想法。孝順嘅前提唔係代表要盲目咁去服從，可以溫和但係堅定咁表達自己嘅立場，為自己嘅目標去爭取，勇敢踏出舒適圈。唔係叫你哋盲目反抗，而係學識表達真實嘅感受。你哋之間家人嘅緣分會產生好多嘅摩擦，意見不合嘅時候，最核心嘅用意係愛嚟磨練彼此情緒管理同埋包容力，俾機會你哋面對翻從前嘅矛盾，學識控制火氣，放低固執，好好溝通，化解積存落嚟嘅怨氣，學識情緒穩定，唔再硬碰硬。一旦發現開始因為事情爭執嘅時候，要暫停拉扯，唔好執着住改變對方嘅本性，優先修煉自己嘅情緒穩定力。呢個就係你哋要修嘅課題。重點唔係要改變對方，而係要學識換位思考，減少對立。到第四組，你哋同前世伴侶今世嘅關係角色係靈魂伴侶、正緣、夫妻。上一世嘅你哋對彼此嘅心意都好堅定，亦都認定咗對方。但係當時面對好多現實同埋外界嘅阻礙，要跨過好多難關挑戰，先至可以喺埋一齊。其中一方願意鼓起勇氣去衝破困境，但另一方就唔夠勇敢，選擇退後，選擇收埋。就算兩個人心入邊一直都係只有對方，守候住對方，但係最終都冇辦法能夠真正相守。其實你哋當時呢份咁堅定嘅愛係得到上天祝福嘅。今世你哋再次遇見，就係要完成上一世未完成嘅相守。除咗希望你哋能夠有呢個認定彼此嘅心之外，仲要學識擁有共同面對困難嘅勇氣。希望你哋明白，唔可以一個人獨自承擔晒關係入邊嘅責任同埋壓力。任何關係都係需要雙向嘅付出，共同面對。一個人嘅時候可能比較痛苦，但係當一齊面對嘅時候，難關就唔再係難關。一個要學識更加勇敢，大膽表達自己嘅內心感受；另一個要學識唔好習慣自己承擔一切責任。你大多數會喺各自內心變得更加獨立，唔會再太在意其他人閒言閒語嘅階段，就會遇到對方。通過正式場合、熟人介紹、社交圈呢啲大型嘅場所遇見對方，你哋相遇嘅時候會有一種好熟悉嘅感覺。眼神對上嘅時候會有種強烈嘅心動，好似唔使講太多嘢就會明白對方諗法嘅感覺。大機會會經歷異地遠距離或者階段性嘅分離階段考驗，唔係話會要你哋徹底分開，而係雙方之間可能會經歷一段分開或者拉開距離嘅時期，係希望可以磨練你哋兩個人嘅心智。雙方跨過呢個考驗之後，感情就會升華，最終修成夫妻嘅幾率非常之高。呢啲磨練係希望你哋可以唔好再俾世俗嘅標準綁住你哋，跟隨你哋自己獨特嘅相處節奏，多啲坦誠咁分享內心感受。你哋擁有天生嘅默契，所以面對外界質疑嘅時候，要更堅守堅定對方，維持住呢份嘅感情，一齊承擔所有嘅壓力，
珍惜呢份靈魂同頻嘅緣分，唔好因為過度猶豫糾結而錯過呢份緣分。呢份緣分係帶有宿命感、命中注定嘅靈魂伴侶緣分，所以只要你哋雙方真心相待、用心經營，就會收穫一個雙向親密嘅關係。到第五組，你哋同上一世伴侶今世嘅關係係舊愛或者係短暫嘅緣分。上一世嘅你哋相處嘅時候，一開始就好風風火火、好轟烈，但係其實兩個人底色天生嘅需求唔一樣，一個內心好理性，向往自由，另一個就好感性，好渴望安全感，所以大家嘅需求始終都對唔上，慢慢距離就越拉越遠，導致內心變得疏離，留下遺憾。今世你哋嘅遇見係為咗令到你哋知道你哋本身嘅價值，令你哋更加了解自己到底需要點樣嘅愛情，唔好將自己嘅熱情消耗喺唔識得珍惜你嘅人嘅身上。今世你哋相遇嘅時候，男方大多數已經擁有一定嘅社會地位，性格仍然有少少大男人嘅特質，而女方溫柔細心，但係有少少戀愛腦。而其實女方最大嘅優點係，即使受過傷，即使被傷害過，但係依然保持嗰份熱情，仍然願意相信愛。呢一份嘅純粹就係最寶貴、最大嘅禮物。你哋只係目前未遇到嗰個能夠珍惜你、好好接住你哋嘅人。真正愛你哋嘅人，即使對外幾強勢、幾理性，但係面對你哋嘅時候，仍然會喺你哋面前展露專屬於你嘅溫柔同埋深情。你哋呢段關係入邊，一開始感覺好強烈，但係仍然會重複翻前世嘅模式。一個其實內心渴望自由，一個就極度渴望安全感，所以需求仍然係唔匹配。可以享受相處嘅時光，但係希望你哋可以喺從中學習到自己到底需要點樣嘅愛情。希望你哋經歷咗之後，更加認識自己，清楚自己嘅價值，學識保持自己嘅邊界，唔強求對方變成情緒價值嘅提供者。與其指望對方改變表達方式，不如先梳理自己嘅情感需求，避免過度期待而帶嚟失望。當你哋唔再將情感寄託喺對方身上，唔再執着向呢段感情索取一種戀愛式嘅陪伴，放平心態，咁就可以擺脫內心嘅空虛，